小哥费玉清封麦演唱会8日晚间在台北登场，有别于其他演唱会是以歌曲揭开序幕。演唱会一开始，费玉清就发表了封麦宣言，让台下许多粉丝一开场就红了眼眶。费玉清表示，对日后打了很大的问号，可能会很彷徨，或是寂寞的日子等着我。ETtoday 新闻云报道，费玉清出道40多年，今晚的演出正好是在台的第172场表演。他感性地说，在台湾唱这么多年的歌，我非常沉醉在快乐的岁月当中。费玉清年仅17岁就展开歌唱生涯，如今到了告别时刻。他坦言，心里有很多不习惯跟不舍，对于我的未来打个问号。真的要放下麦克风，我可能会很彷徨，因为未来有好多寂寞的日子等着我。但费玉清强调，各位粉丝带给他的回忆，我将挥之不去，留在记忆深处。最后甚至撂话，我要好好唱几首歌，超过时间也没关系，让现场歌迷一阵欢呼。最后，费玉清则强调自己来自平凡的家庭，将捐出新台币2000万元帮助公益团体。而已经封麦的天后江蕙也特别送花致意，花牌上写着 Dear 小哥，无人能取代的你，希望退休后能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。署名之前并写着一辈子的朋友，看得出两人好交情。自由时报报道，费玉清经纪人表示，2019是真正画下句点，费玉清将会全面退出演艺圈。被问到退休，经纪人说，他其实很随性，坐火车到哪边看到风景好就会停，如果之后在某个小镇看到他，不要太惊讶。此外，经纪人还透露，费玉清此次巡演预计最后将回到台湾，只是场地还在申请，不一定在小巨蛋。